所有观众朋友来看这国际新闻，一开始先来关心这罗西亚打乌克兰战争。讲到这乌克兰南部是由罗西亚所掌控的赫尔松地区有一个大型水坝，这切落水坝所轰炸掉，有80个钟头拢伫咧做大水。这赫尔松市区也伫咧淹水，要到4万人就要赶紧撤离。伫乌克兰南部赫尔松地区涅伯河顶的新卡科夫卡水坝，顶头有一座储水量1800万立方公尺的超大型水库，若提供当地农业灌溉加居民饮用水，也是欧洲上大核电厂扎波罗热核电厂核反应炉冷却水的来源，也有把水输送到克里米亚半岛的主要通道。虽然早期水坝和不明细粒炸毁了，水对破坑射出来，沿花80个村拢淹水。新卡科夫卡市有名的建筑文化宫一半拢浸伫咧水内面，看到天鹅对伊的门口游过，画面看起来真奇怪。估计这场大水要4-5天才会退。当地官员讲，已经紧急撤离4万位居民，其中涅伯河西岸乌克兰军队势力范围有17000人，东岸俄军掌控的地区有25000人。Все плавает, вся мебель, холодильники, продукты, все цветы. Все плавает. Что робить, ничего не знаю. Так, ще більше ненависті, ще більше люті, і хай би вони всі повистихали. Хай би.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讲，水坝被破坏了，已经有150吨的原油对水坝机器内面流出来，接落来可能也有300吨的原油会流出来。科学家讲，就要等大水退了，才会到全面评估对环境的影响。因故一位前政府官员警告讲，这可能是自车诺比核灾了上严重的生态灾难。受到这件代志的影响，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小卖甲贩卖绩效吹落也拢开始起。后边国际社会拢谴责这件代志，支付甲克林姆林宫互相指控对方是凶手。乌克兰讲水坝是伫咧俄军的掌控区内边，这是因为着要阻碍俄军反攻行动所变出来手段。因那当地亲普丁的国会议员是讲，这是乌克兰军队为着要破坏地雷区所执行的军事攻击。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讲，即马也无具体证据会让知影代志是谁做的。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。